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位伫关岛西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透早2点已经结束今年第25号风台天兔，拜5到拜6上晚近台湾。国防金控昨暗发布要开台票大约20亿家己先到时买落来，按说2025年完成合并。立法院今仔三读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规定特定的场所若发生火灾，要有专人现场协助救灾，违法当罚1000万。来看位伫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透早2点已经结束今年第25号的风台天兔。气象署预测，风台会往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拜四开始豆豆啊接近台湾。有气象专家嘛分析讲，按照目前移动的方向，有可能会当即来发布海上佮陆上的风台警报。拜5到拜6是风台上晚近台湾的时阵。宜兰县东山乡早起时一直闪大雨，水潭淹过车路，宜兰市区的雨势嘛袂细，看到车路开始积水，居民嘛较紧出来看。安尼会烦恼无？会烦恼淹水无？啊，雨真大吼。罗东运动公园4颗地仔积水是来95公分左右，消防人员救封锁线，管制车辆的通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含极境风台外围云系影响，气象署是发布大水河特报，提醒宜兰县爱严防大水河。基隆北海岸、湘北山区嘛有大雨。各地的云量都比较偏多，而且迎风面是比较湿冷的情形。那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北部东半部还有我们中南部的山区，都是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尤其迎风面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目前太平洋海面顶悬总共有4个风台，创有史以来11月4大强震的记录。其中12透早拄形成的天兔风台，以每点钟1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目前是轻度风台，未来可能以中度风台的规模来挖台湾。气象专家贾成兴预测讲，接落来2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增强西伸，天兔风台的路径有小可偏西的趋势，未当排除陆境和海境的可能。14号到15号太平洋高压，它北侧的太平洋高压减弱了，所以刚好这个天兔台风就趁虚而入的一个情形，在它的暴风半径移动的路径不变的情形之下，我们不排除这个天兔台风它发布海警跟陆警的机会都有的。目前欧洲模式预测讲，天兔风台伫吕宋岛刷过去了后，北转挖过去巴士海峡，部分有可能卡到台东和恒春半岛。AI 模式是预测讲，风台离台湾相对较远，路径各有变数，但是拜5、拜6相对较挖台湾，要继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仔发布，中共出动军机甲无人机，计共20架次飞来台海。中共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最近搁伫东南沿海一江福州的海域来进行实弹射击，正挖进马祖的海域哦。咱的国军嘛拢有戒备。有外国媒体指出讲，因为川普当选，咱的国军应该有准备要大规模军购。有专家嘛认为，咱的国军主动公开解放军的演训的资讯，应该是为着要争取民众对国防的支持。中华情势无平静，中国伫台海阁一摆展开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10日发布，打到中共歼12运8顶国营主副战机甲无人机20架出海活动，其中13架超过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的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也整合共军东部战区最近伫东南沿海即江福州海峡展开实弹射击。中共东部战区近期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州海域划设数个保留区域以及临时限航区，并执行实弹射击演训。中共实弹演习区域，唔那接近马祖外海划定的临时限航区，也是国际海空航线，国军高度警戒。较是外国媒体则报道，国军想要开4800亿对美国进行大规模军购，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专家解读，国军透过亚出中共加大交代的力头，争取国军的支持。我们国防部在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宣布出来告诉我们的国人大众说这个我们的敌情威胁不断的存在跟升高，
所以请大家支持国防预算。另外，川普新推过接受做报的国务卿竞选。纽约时报报道，轰炸习近平支持台湾的参议员鲁比欧，另外众议员瓦尔兹被点名有希望加做国安顾问。伊过去主导后小组，负责加速美方对外军售的速度，也包含台湾在内。长期以来都是横平的跟美国的两党交流，也广泛的建立有我的人脉。针对川普新推过，可能有真侪优待官员。外交部强调，广泛建立友好的人脉，继续关注川普新政府组成，继续推展台美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 APEC 亚太经合会，今年是伫南美洲的秘鲁举行。咱国代表林信义今仔暗时会出发咯。即马公司记者人嘛已经到秘鲁的首都利马，因为有真侪国际元首会出席会议，即马现场嘛已经提悬维安的戒备咯。目前秘鲁的首都利马维安的状况已经升级，有不少提前的军人甲警察咯。21个成员国领袖代表，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的首相石破茂，还有南韩的总统尹锡悦等人。咱国代表林信义今仔暗时会出发，这嘛是林信义第3届参加 APEC。头一届是伫2005年代表出席伫韩国釜山的 APEC， 迄当时伊是有甲中国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来握手小招问，这届甲中国跟美国元首有啥互动，嘛是外界正关心的重点。再来看亚太经合会 APEC 伫秘鲁举行，一寡南美洲国家，亲像是巴西、智利甲秘鲁，因主要的贸易伙伴已经毋是美国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来参加 APEC， 嘛出席当地中国企业深水汇运港自开港的开幕仪式。港口咧做最后准备，要伫11月14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开幕仪式。伫秘鲁首都利马西北边78公里的深水汇运港自开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伫南美洲的代表性建设。En China, que van a reducir 10, 15, 20 días, dependiendo de la ruta, lo que hoy día se hace de forma normal. La otra cosa es que va a permitir, y por eso nuestro comentario, nuestro objetivo es convertirnos en el Singapur de América Latina, de forma tal que la carga portuaria pase por aquí cuando vaya a Asia. 自开港是中国上大的国有航运企业中冠集团下海子公司，投资超过13亿美金，差不多410亿台票开发的大型深水港。经过5年建设，港口第一阶段完工4个码头，最后会有15个码头。港内设有27台专用的吊车，也有40台自动驾驶的车，对提悬运输能力、高降低物流成本有帮助，也可能帮助部分南美洲国家货品出口，缩短航程甲运输成本。过去为巴西、智利、秘鲁等南美洲国家被叫做花火后院，即马主要贸易伙伴已经毋是美国。路透分析，特别重回北京的川普会发现家己已经输去甲中国伫当地贸易战，暗告当地居民认为基础建设爱国加强。Todo el pueblo del Cono Norte no tiene agua ni desagüe. Hablamos de 15, 18,000 pobladores que no tienen nada a través de toda su existencia. ¿Qué tipo de servicio le podemos dar si tenemos un hospital que ya está colapsando? No nos hemos preparado, ni en la costa ni en la sierra.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秘鲁甲中国的贸易额去年已经超过甲美国163亿美金，而且中国为能源甲矿产投资南美洲真侪产业。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指出，除非美国用更较有效的新手段，将南美洲的区域经济政策列为优先事项，啊若无这地区会继续滑向中国利益。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APEC 上重要的经济领袖会议会伫15、16这2天举行。这届是大总统上任头一届的 APEC 峰会，总统是请总统府的主席林信义来做代表哦。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打结束，咱这阵的重点应该放伫台美的经贸合作，加争取加入 CPTPP。今仔的解判新闻，咱就要请伊姐为咱来分析今年 APEC 峰会观察的重点。是主播。2024年亚太经济合作 APEC 会议11月7日伫秘鲁起稿，其中上重要的经济领袖会议伫尾2天15甲16要来举办。那今年咱台湾是派总统府的主席林信义来参加。
今年呢是赖总统就任的第1年，会推选林庆仪是因为2001年林庆仪捌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当时呢林庆仪伫咧中国压力之下，是顺利争取予台湾加入去 WTO。那这回呢是林庆仪第3届参加 APEC 啊，顶回2005年伫咧釜山的 APEC， 林庆仪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錦涛是有握手小酒问。所以这回敢会有和国际元首有新的互动，外界是拢真关心。因为即阵美国总统大选都结束，咱台湾即阵重点就是要延续台美的经济贸易合作。台美双方呢可能会讲到21世纪的贸易倡议的谈判。另外，因为 APEC 的成员和 CPTPP 是差不多的，咱台湾嘛趁机会继续争取支持加入 CPTPP。APEC 上关键呢，都是双边的互动。所以大家是拢真关心美国、中国甲日本这3个的铺排，尤其是这可能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上尾一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不过因为 Trump 已经选调总统啊，所以就算拜登和习近平见面，嘛干那算是放出善意，实际是无实际意义。再来看拄就任的日本首相就破无，上新的消息是已经确定要和习近平进行第1届会谈。而且就破无反说是会针对中国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还有中国军机去扰乱日本的空隙这2部分来做讨论。另外，今年 APEC 会议甲刷落来 G20 峰会拢是办伫咧南美洲，美国、中国甲日本这3个领袖是拢半时间参加，表达重视。尤其是中国这边咧，因伫秘鲁一带一路的倡议起港口。有外国媒体就认为讲，南美洲已经成做美国甲中国比拼经济实力的新地点。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咱个时间交通去主播。感谢伊真哦，咱继续来关心这个众议院优待小组，暂时来台湾访问，访问团有真侪跨党派议员。这届是这个众议院今年5月就职头一届组团来咱台湾访问。今仔早起，访问团嘛甲总统赖清德见面。总统是真感谢这些议员以实际行动来小挺台湾，希望讲台湾甲这些会当伫半导体产业、各网络安全方面有愈侪合作。一个握手致意，总统赖清德规面笑容欢迎捷克众议院优待小组访问团拜访台湾。对着今年是捷克推翻共产政权的思想革命35周年，赖总统是感谢下党派的党量级议员，无惊强权压力，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坚定挺台的决心。民主自由是台湾和捷克共享的价值，我们也共同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的挑战。捷克对抗共产专制的历史，追求民主自由的历程，深深激励着我们。对今年3月，副总统萧美琴以当选人的身份访问捷克，顶个月前总统蔡英文嘛参加捷克公园2000论坛，呼吁民主阵营团结合作，表现出台捷的关系是真正真好。担任捷克众议院优待小组主席20多冬的班达，已经是第12摆造访台湾，强调讲两国拢是民主世界的一部分。Ale také bezpečnosti dopravních tras v celé jihovýchodní Asii. Proto zásadně odmítáme vojenské zastrašování ze strany pevninské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ky i přetrvávající překrucování rezoluce OSN číslo 2758. Věřím, že jednoznačný výsledek amerických voleb umožní Spojeným státům být ve vztahu k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ce přímočařejší. 总统赖清德讲，6月捷克台北中心成立，最近台湾捷克棒球交流赛是成超过3.5万的球迷入场，各有访问团坐来台湾的台北布拉格的航班机，拢是两国合作的成果。未来在半导体产业和网络安全文化方面，各有正大的合作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富邦金控昨暗发布重要的消息，表示讲会用现金贵价的方式100%来合并立成投信，总金额大约是新台币18亿300万到20亿4400万，按算2005年完成合并。富邦投信董事会于今日11月11日通过吸收合并日盛投信案，富邦投信将以现金对价吸收合并日盛投信。11暗时8点，富邦金控召开董事宣布，公司富邦投信会用总金额18.03亿到20.44亿的规模，摕到执行投信100%股权。
方投信长期积极耕耘 ETF 基金，发展各类主题型 ETF， 规划新形态之主动型 ETF。日盛投信则在主动式股权及货币型基金上有亮眼的表现。两间投信公司合计并购资产规模会由7526亿提悬到8354亿，在市场依然维持在第4名。货币型基金总规模会到7092亿，加做市场最大，提悬竞争力。不过2021年也出可能有中资介入，也不是立会关注的焦点。如果是中资的话，法令上应该如何处理？并购主要是查并购申请人有没有中资，那被并的这个如果有中资，那也是依照现在这个两岸这个条例相关的规定去处理。另外，富邦金、一千金两工会也在去年完成合并，希望解决劳资争议。两大金控合并下卡子公司正合的最后一步，那在股东临时会通过，但主管机关核准了后，就定出合并基准日，按算在2025年会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查某的喜欢啊，伊对2002年开始利用伫主管落地摆档的时，请人来投资。伊讲无几只渔船的机会，利润是真好有人甚至投资上千万。结果这喜欢啊，10月底就联络袂到人咯，受害者哄骗超过3000万，地检署嘛已经展开侦办咯。手头的本票顶端拢是受害证据。高雄一个卖鱼仔杨氏女性，伫主管蚵仔寮鱼市场借口会使用成本价包鱼船的鱼货，原价卖出，会使得到大约10%的利润，向人客招投资。可小姐甲亲友8个人，就互骗去大约750万。他每次利息拿过来的时候，隔天或者是当下就是说，你身躯边个有无安尼，就搁甲你的利息搁收长尔安尼。嘿，都是利用这样子循环啊。鱼贩嘛，伫落地鱼市骗讲熟悉主管鱼会的主管，会使提供投资方案，每投资108000块，月利息就是1万。鱼贩大约对2022年开始招投资，前期准时纳利息骗信任，后面将招盘做伙投资了后，结果10月底鱼贩就失联去啊。了解整个吴万生跟我们集中基金的整个摊贩还有鱼饼，了解以后，我们查证以后，确实没有这件事情。渔会无缘无故互牵连，10日透早赶紧出面澄清，但渔贩这2档用这个手法已经骗真侪人投资。打乌来分局就接到8个人报案，诈骗金额将近3000万。该名犯嫌是在湖内、鹿竹等市场摆摊，以投资渔获且高获利的名义吸引民众投资。本分局已接受8位民众报案，财损近新台币3000万元。因为受害者大部分拢是一个人友几的亲戚朋友，估计诈骗的金额恐惊会继续提悬。警方已经报请桥仔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嘛提醒民众若拄到同款的被害情形，爱赶紧报案。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新宇航空10月底挂牌上市了后，嘛真做是诈骗集团骗人的手段。台北市南港有一个富人人伊伫面册看到讲会当抽新宇航空的股票，所以就加入群组，前后花50万落尾发现讲是诈骗，紧去报案，嘛甲警方合作，趁当面交钱互车手的时，甲这车手掠起来。发言人替雨伞提钱，惊慌乌是轿车边准备提钱给对方，民警马上向前掠人。快点啊！落来了，好了，放嘞，好了，快点啊，跑来了！警方喷发救水，随其驾驶被拖入车，支援警力也冲出来斗相共。不要动，先不要动。互人诈骗的发言人是咧网络看到新宇航空抽股资讯，随其汇钱面交50万，才发现受骗。59岁姓区的车手被了后，讲家己最近失业，经济困难，透过朋友介绍，才找到这份车手的头路。该名车手见行迹败露，欲驾车逃逸，仍遭警方强力逮捕，全案讯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诈骗的手法800款 ，NCC 也捌予诈骗集团冒名骗人。NCC 最近接到民众反映，诈骗集团打电话给民众，讲申办门户，互人检举停会，进一步骗取个资证件。NCC 强调，绝对袂主动用电话问民众的个资，呼吁千万唔通受骗。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某一间国小找求家长去学校拍人，一个查某同学的家长不满讲同班的查甫同学拍伊的查某囝，直接就驶车入去学校，无一个囡仔的目睹。云林县的教育处是表示讲学校有随处理，嘛呼吁双方的家长得爱理性。
这个月初7上课时，婚礼有一个家长驶车进入校园，去摸一个5年查甫学生的腹肚。根据了解，因为这个查甫学生甲同班的女同学起冲突，用脚斩查某学生的腹肚，佮加塞倒伫个涂骹，才会予查某学生的家长情绪失控。买了伊甲斩3、4个了，佮甲车倒转，佮甲车跋倒了。阮先生听到，毋是较硬讲啊。小朋友就想说有谁找他就走出来查看，然后反正那个爸爸就一转头看到他，然后就一拳往他肚子打下去。校方表示，代志发生了后，第一时间有进行校安通报，请双方家长来学校理清事实，已经有达成和解的共识，才无向警察报案。未来嘛加强校方出入的关切。针对此事件，本校有召开校园安全会议，检讨改进，并强化校园安全。学校的部分，我们也要请他们都去做好学校的一个安全防护的工作哈。针对于整个学生安全的这个部分，要加强做一个处理。我们的大人也能够理性来看待这个事件教育处表示，讲第一时间交付资中心介入，提供学生个别甲团体的辅导，希望让学生会当恢复正常的学习状态，嘛要求学校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安尼代志搁再发生。记者云林报道。来看检方侦办创意书房顶非法失情的论坛，约谈包括买家400多人，后来是有6个人互提起公诉，其中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检方表示，讲专案的被害者有863个人。800外的受害者分布伫全台湾各地哦。检方佮查出讲有一个姓陈的补习班老师，伫补习班的便所装闭路器，偷袭未成年的学生，佮有同事，佮铺伫网络顶头。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嘛捌伫10当前侵犯未成年的少女。再来看，航警局查到一件落跑的越南移工组成的卖毒集团，抓到5个嫌犯，佮有锁定1个人，一个伫国外的嫌犯哦。因是对泰国走私大麻，袂互伫台湾做工课的外国移工。警方查扣上千万的大麻，这个嫌犯嘛已经互移送法办。甲纸箱拆开，内底是2级毒品大麻。航警局甲移民署顶一日侦查到4个人移工，因组卖毒的联名，为外国走私大麻来台湾。伫新竹甲桃园等等的所在，查到姓5的嫌犯拢总5个人，锁定一个境外主嫌，嘛查扣市值1250万5公斤的大麻，也佮有代票14万外等等的证物。不要乱跑哦！叫他手放下，不要反抗。无带啊！这个非法走私卖毒的联名，5个越南籍的成员，包括4人的移工，超过期限停留甲拘留，嘛有来台湾读册学生，因为泰国走私大麻。而且嘛，为不明的管道摕到第3级毒品其他名，也佮有加皮包等等。他管价被互伫台湾食头路的越南、甲泰国等等的外籍移工，也若敢有咱国民众受害，目前要伫调查当中。本局与关务署台北关松山分关在今年7月起陆续接获自泰国空运来台之包裹，夹藏了大量的第2级毒品大麻，指定给特定的越南籍人士收获，遂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展开调查。航警局表示，这个案件破案了后，嘛发现这个姓5的嫌犯等人，穿甲啪里去金仔店拍金条，而且佫伫网络顶摕钱出来等，行为是真创秋。专案经过新竹甲桃园地检署以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甲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分别甲这5个人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9月，屏东民用工厂火烧，造成4个消防员殉职。外界呼吁讲，应该按修法来强化消防员的职业安全。立法院今仔3读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规定讲工厂化学品的仓库佮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室等场所，只要发生火灾，必须爱派专人去现场协助救灾，违法携带重罚1,000万。今天消防法顺利3读，但我也必须提醒。这只是公务员职安保障的第一步，包含本次迄今已经历经了14次的修正，不到3年就修正1次，也显见消防安全长久以来一直都被很关心的议题。消防法部分条文正式修正通过了，除了规定讲，若火灾管理权人就要派人去现场协助。另外一项修法的重点嘛规定讲，管理权人也就是厂商，若无落实消防的自主管理，有人死伤的话，相当是当判7档的有期徒刑。
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等人提案修正宪法诉讼案哦，要甲大法官现有的总业规定改做法定的总业，裁判的门槛提高到要有法定总业的2/3的大法官，才会当来开会。虽然立法院初审已经通过了，也毋过哦，争议阁继续在摊烧。有律师团体是表示讲，这个修正案会造成宪法法庭无法度召开，造成宪政危机。因要号召153个律师，要伫16出席守护宪法的游行。宪法法庭不瘫痪，人民权利有保障。针对国民党立委洪晓玲等人提案修正宪法诉讼法，真侪律师联合开记者会，质疑这修正案有瘫痪宪法法定的危害。他把所谓的参与的人数跟表决的人数，他要调整成所谓的法定总额制，比对现在我们的运作状况，现在只剩下8位大法官。这一部法一旦通过，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宪法法庭没办法继续运作。今年7月，立委洪晓玲提出宪诉法修正草案，增订现有总业修正组以法定总业15人方式来算，佮要求将宪法法庭释宪判决定动议砍斩为1/2改做2/3。立法院已经完成初审，律师团认为，那立法院若被党团反对大法官人数，因讲是逼大法官人数不够，无法度开庭。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的法院都要求他们的审判审理的程序必须要严谨，甚至大法官也认为在这个最重的死刑的判决得到一致决，那么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大法官要采取更高标准。高门槛要这样子规定的话，你要有配套措施。现任者任满，然后继任者还没产生的时候，你要让现任者继续担任到那个继任者产生为止。现在变成只剩下8个人，永远不可能达成你那样的运作嘛。目前153位律师联合声明反对宪法诉讼法修法，各号召第16发起游行表达诉求。这153位律师只是在全国的2万多名律师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这个会员集体的这样的主张，还是只是少部分支持这个拥护赖清德政权的律师，他们才有这样的主张啊。洪晓玲强调，宪法诉讼法修改目的是要让宪法法庭制度更加健全。不过，律师团体议员呼吁立法院调解各党团不应该通过这个修正提案，避免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的宪政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超级细菌威胁全球，滥用抗生素致使抗药性的问题是真严重。一份上新的调查是指出讲，108年到今年9月，申请药害救济前10名的药物，抗生素就占60%哦。行政院明年按算要开2亿，望讲5档内成人抗生素的用量会当来减少5%。民众破病或者是身体无爽快时阵，拢会去医疗院所看医生。若是中耳炎、胃食道感染这类细菌感染，部分医师会开抗生素药物来治疗。比如说，你蜂窝性组织炎就是一个细菌感染，你有鼻窦炎，你有中耳炎、扁桃腺化脓，这些都是很多的细菌引起的。那你要杀细菌就要用到抗生素嘛。不过，根据药害救济基金会上新的统计发现，108年到今年9月，药害救济急迫案件可疑药品前10名，抗生素药物都占6个，大部分用在治疗细菌感染。常常看到副作用是皮肤过敏、过敏成分不定。当医生处方可能常引起药害的药物时，需谨慎评估病人过往的药物过敏史。你保留这个处方间，下一次你去看病的时候，要跟医生讲说，我上一次吃这个药发生过敏，请你帮我注意一下。根据统计，过去15年来，药害救济案件将近4500件，急迫金额超过6.5亿。因为超级细菌威胁全球，滥用抗生素恐惊造成抗药性。行政院每年按算投入2亿，希望5年内达到成人抗生素用量减5%，超级细菌感染下降10%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2月、3月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派出科学研究的飞行机来台湾的中南部进行观测。这是 NASA 甲台湾佮有东南亚国家做伙推动的七海计划。今仔嘛公布研究的成果哦，指出讲伫3月13日天，台湾有境外污染，离地面2公里远的臭氧的浓度是非常的悬。统计嘛指出讲，台湾境外来的空气污染哦，恐惊是占1半以上。NASA 派出2台科学研究飞行机，今年2月甲3月来到台湾中南部执行7架次的研究，配合地面超级7站，这摆的任务有重大的发现。3月13日迄天，让到离地面2公里的大气当中有浓度真悬的臭氧，至少是平常时无空气污染时阵的3倍。这污染物会透过顶个站的对流影响地面，初步判断至少占迄天1半的污染量。像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实验，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呢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也验证了即使是在春天的时候，都还有境外的传输，而不是只有秋天跟冬天而已。环境部表示，过去敢若会当对地面监测到污染物的浓度，即摆对大气资料佫较会当掌握到现况。研究也显示，中国的境外污染物毋但是会浮的有粒仔，臭氧也会大量传到台湾。部长潘启明指出，研究显示台湾有害的空气污染物，亲像是 PFAS、全氟烷基化合物等等，浓度并无日本、韩国遐尔悬。台湾的空气品质不会输给日本跟韩国，我们整个先进的国家。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有害污染物的浓度都明显的比他们低很多。部长潘启明指出，这摆的研究希望会当找出更较侪也未列管的固定污染源，改善空气污染更较有效率。另外也表示，环境部也研究咧进行跨国的合作，来发展空污卫星。有空污卫星，就会当伫区域甲全球的空气污染防治顶头扮演更较重要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加州甲东北部地区最近火烧山。加州初六开始哦，有25万坪的树林拢烧掉了。伫纽德西州哦，10月以来发生超过500件的树林大火，有将近1200万人伫警戒的范围。嘛有一个18岁消防员哦，伫拍火时不幸往生。新年当中，野火一直拖烧美国东北部的火场，还未得到控制。为新泽西州的西米尔福德开始的火灾，已經拖到紐約州定郡，燒超過2500英亩的土地。Currently, the fire is 2,500 acres. We have 0% containment. We haven't had a fall fire season like this in New York since 2002. So something to this magnitude as far as the dry drought conditions that we'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纽約警方指出，這18歲消防人員在拍火時陣，遭倒落去的樹仔撞到不幸罹難。今年秋天，美國東北部幾個州無正常大數，紐澤西州已經1個月無落雨創下紀錄。為10月初以來，已經發生超過500件野火，也和空氣品質有夠歹。見到陷入火海大火一直拖，加州為7日開始爆發新一波野火，南加州有幾啊千居民經被撤離超過8棟建築燒了了。The mountain fire is currently at 20,630 acres and 14% containment. There are over 2,000 personnel currently engaged in fighting this fire. So far, we've been able to repopulate 3,500 hom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2,000 homes that are not repopulated. Also, Highway 118 still remains closed. 好佳在天气改善，风势大大减少，湿度升悬，消防人員的拍火野火已經有進展。公司新聞陳慧珍報道。中央院長廖俊智昨日立法院表示講，台灣未當放棄任何減碳機會，國家能源的發展哦，無排除核電。矽石科技的董事長董子賢今仔是表示講，伊贊成廖俊智的講法。伊講咱國內有成熟的核二廠甲核三廠，核電哦除了核少，賣當避免同起電價造成通貨膨脹的問題，佮無碳排，賣當來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中央院長廖俊智拜一參加聯誼報告講到，台灣免放棄任何減碳機會，國家能源發展無排除核電，引起國界關注。共款成為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副召集人、核數聯合科技董事長董子賢再起也說明伊的看法。如果我們不要放棄在台灣本來就運用的很成熟的核2、核3的話，核2、核3可以相對的壓低通膨。因為核2、核3所產生的電，按照台電公布的，一度不到2塊錢，常常都只有1.1塊到1.2塊。
而绿能发的电一度要4.5块。董主还表示，台湾是能源进口国，不过能源成本免予消费者负担不起。目前台湾这几年起电价了后，国内电价甲中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比起来，已经偏悬的趋势。加上起电价可会造成严重通膨，则赞成国家能源发展无排除核电。因为核电无排碳，董主很认为对台湾产业降低碳税、提升产业竞争力有帮助。政府想要达到2050净零碳排，可是却没有核电来作为一个一起达标的这个助力的话，那我觉得是不可能完成。针对企业要挟的欠水欠电议题，工总理事长潘俊荣透露，经济部长过伫会认为，要发展新能源、新核能，无奈关系电力供应也牵动国内电价通膨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台中华客运市区的公车弄红灯，险啊去弄到单要驶完了奥多拜哦。除了车号业者调派台湾好行的车，加做市区的公车，嘛是违反规定，所以交通部跟警方拢会来追究。另外，伫台中哦，冇公车弄红灯，公车业者嘛拢强调讲，驾驶会记大过，卖来加强教育训练。一台台湾好行的公车来到彰化市中央路中山路口，号志已经转红灯，只会当倒弯。大专区的机车准备起行，但是客运却无停落来，直接弄过，差点造成车祸。代志发生伫咧8号早起10点外，民众认为客运驾驶违规不可取。这待转机啊，人绿灯人伊要转左转当换，伊就不提倡啊。啊，你无啦？无啊。这台台湾好行公车是中华客运营运，业者表示，因为综合调度，迄一天是直行市区公车路线，后续会对驾驶记大过处分，而且加强教育训练。交通部观光署是讲，外口测台湾好行利用的公车，袂当直行其他市区路线。这个举动会影响到业者年度考评分数，小严重会使要求退出台湾好行路线。会依照员工控制规则里面闯红灯的相关规定做出惩处。我们纳入到我们年度的那个考评里面去考量。我们这边认为它有损台湾好行的品牌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它退出台湾好行的路线。台中也有小型的状况，一台中路客运公车伫咧乌里区中山路弄红灯，差点造成车祸。台中警方讲要开发，业者是强调除了记大过，搁再教育训练，也会有停班的处分。台中市府当伫咧执行无限期公车大执法，成效如何？外界也搁咧看。记者中华台中报道。宜兰县南方澳南兴码头的那边哦，因为水无够深，无法度停船。迄边是争取讲，望码头会当向南延伸164公尺，来解决渔船无够停的问题。嘛，因为附近的地主反对哦，目前各个沟通，迄边嘛正反对地主是望讲，互游艇嘛通停伫渔港。迄边甲船仔顶的鱼仔落来货车的，宜兰南方澳渔港是全国第3大渔港。不过船仔若挖港，现在无够所在通好插，所以渔民希望争取甲港内南兴码头向南边延长164公尺，希望有较快的空间通好插船仔。船仔你就即个所在拢挖船仔挖到等于边啊嘛，啊你即摆来画要布置啊，就无位通，都无位通布置啊，啊所以讲迄个位哦，真有需要破戒死啊。不过向南边延长这案，其中的44公尺是私人的土地。这个地主有观光开发的需求，无希望南兴码头延伸到因岛的土地遐，而且伊嘛提出希望游览船会当挖港停歇的需求，造成渔民的反弹。渔民除了继续争取码头会当向南边延伸164公尺，嘛反对游览船入港，避免影响渔船的作业。开发案的这个游艇的进出这个还是要必须践行我们这个渔港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必须经过渔港主管机关，也就是渔业署的一个同意专案经过县政府的协商了后，将基本是决定码头先向南边延伸120公尺，也若剩的44公尺，要是希望甲地方有共识。另外，游览船敢是会当挖港入来插，根据渔港法相关的规定，都要经过渔业署的同意，目前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放假公园明年要改建，街友是要安怎来安置咧？台北市政府调查发现讲哦，有7成的街友拢是外县市来的，所以望讲中央甲各县市会当做伙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着要促进观光，台北的艋舺公园明年要改建，拍算2026年完工。街友安置的议题嘛引起讨论。根据台北市府的调查发现，这街友有7成来自外县市，呼吁中央爱整合各县市来解决。卫福部是回应讲，已经有找地方政府到底来想办法，看要安怎协助街友登去因原地生活的县市。街友安置的部分，那卫福部有持续跟地方政府还有民间团体来进行相关的讨论，来了解街友的需求，跟请地方政府来规划因应的方案。我们目前的修法草案也已经取消了人机合一，那放宽工作收入的一个规定等等，那希望可以提供街友友善的一个福利申请的一个措施。长期有在协助安置街友的民间团体表示，根据因的调查，台北的街友会聚集在台北车头艋舺公园的原因，除了交通方便，台北的社会福利较好，然后经济活动较济，所以街友较有法度找到石头。不过民团嘛指出，多数街友无愿意入去公家单位的大型收容中心，原因包括无爱甲青云人去做伙，各有生活规定上严格等等。民团表示，这些拢是市府在思考安置问题的时阵爱考虑的。如果说这个收容据点，它相对是会让它不管是到哪里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甚至是车钱的这样的通勤成本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他们会觉得，宁可不要进去，可能以方便为原则。那另外不太愿意进到收容处所，还有包括像有的人其实就是不太想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共居。王超新协会表示，虽然台北市社会局有讲要增加民团协助安置的帮助，不过像因20个床位一年就要开400多万，民间的人力含经费拢真吃力，政府的资源才占2成多，帮助是真有限。民团也是希望中央地方设立专案，连续就近提供理想的安置空间，才有法度收容60-70位的艋舺街友。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台北捷运板南线伫车北有人提米工刀啊刮人的事件，迄当时是有4个民众去压制嫌犯。今仔台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其中甲刀啊抢落来警察4声就是表示讲，身为警察一定会保护市民。另外，为着要加强捷运的安全，台北捷运要增加禁止危险物品的标识，那违法了上济是当罚100万。台北捷运车北有人举刀啊共攻击，这3个斗相共甲嫌犯压起来英雄，因对镜头比战。12因接受台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迄天勇敢出手斗相共的，拢总有4个人，包括谢先德、李子强、甲英雄，甲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不过，这个李先生伊是真低调无出席。这4个人分别得到4年到终身不定免费搭台北捷运的车票。我想，这不仅是对于他们的鼓励肯定，同时也是对于愿意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民众，向你们致敬。不论是我或是任何一个警察，在现场那个状况，一定会义无反顾地保护车厢内所有的市民。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警察永远守护你。去有网友或者是影响阿伯4声着提醒民众，若拄到攻击的事件，会当用分数边的牌仔甲雨伞等等闪过刀的攻击。若有头一个民众去斗相共，就会有第2个、第3个，那安尼就有机会甲嫌犯制服。4声着还佫讲出伊甲蒋万安的缘分，伊甲因牵手拢咧做警察。25年前伊要结婚的时阵，蒋万安因老爸蒋浩炎还佫捌做因的证婚人。攻击事件了后，捷运的安全嘛受到大家的关注。为着强化保障旅客的安全，台北捷运伫咧台北车头等等11个捷运站，还佫有5条路线内底部分的列车增设禁止危险物品的标识。若是载危险物品或者是较会导火的物件，上当会当罚100万。应该是有吧，对，不然的话带这些上去很危险。如果有感应的话，是会比较好的。标识是要增加了，可是你要先导也是要先导，然后标识你弄清楚一点嘛。危险物品包括家刀等等尖尖的物件，还佫有枪械、弹药、甲较会爆炸的物件等等，请民众都要特别注意。不过，若无违反法令，而且有好好啊包起来，并无影响别人安全的疑虑，就无伫这个限制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2028年就100档咯，学校对今年开始有连续5档，要选出100个对台湾、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人。今年前中央院长李元德，佮有港大讲师长林必理等人入选。台大9个学院的院长甲代表照顺序公布今年选出来24件100大贡献事件。李学院选出来的是第1位摕到诺贝尔奖返来台湾奉献，提升台湾研究实力到世界一流的化学系毕业校友李元德。
延揽有超过5000名海外学人回国服务，包括在座的许多同仁，包括我自己，都是受到他的感召而回到台湾来贡献。广达董事长林碧丽，也有台积电的前董事长刘德音也伫咧名单内底。台大校长陈文忠讲，人体双生仔的分割、乌骹病的防治、南岛语的研究等等，台大伫咧各领域拢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了要迎接2028年100岁的生日，未来的出册拍影片，传承过去，拍开未来。也伊伫咧公布进程的受访也指出，政府应该扩大高等教育的支出，因为人才是台湾上重要的资源。这一块，如果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关于高等教育的前瞻基础建设，而且是长期的，我想对整个国家来讲为企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陈文忠指出，附近的日本等国家大大增加高等教育的经费，以日本东北大学做例，每一年补助100亿的日票。而且连续补助25年，也台大每年的预算大约是210亿到220亿左右。因为各大学调薪也有其他的支出增加，会当用的经费其实比英国更较少。非常希望政府甲各大学参详，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的经费，推动高等教育的前瞻基础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掠外来的青皮豆丁，发现讲顶半冬有5成粒，拢伫林德区的大甲里掠到，嘛互大家真好奇哦。今仔日议会市长黄伟德就表示讲会来调查。通知我们。议员公开质询，看今年台南市各区掠到青皮豆丁的数据，想袂到超过一半拢伫同一个里。4815只，他抓到的比例占了56.18%。好。我善意相信，这些绿鬣蜥都在那边被抓到的，所以我就想知道，绿鬣蜥是不是就爱住这里？实际到仁德区大甲里，当地民众确实看到袂少青皮豆丁，除了会出来热烧，搁会食农作物。不过当地里长却是讲，看到这款数据真歹相信。你顶边遐看一只伫遐你走来走去，不过我昨有听人讲哦，讲大甲社区中，你当遐讲掠足济。中用的网啊，那个炸开，有哪掉了？公司。迄是伫迄个二轮溪的二河床遐看到的啦，毋是伫咱内底啦。我嘛感觉足奇怪。进前屏东青皮豆丁满世界，委托外口的厂商来掠，最近煞逼出备案强收押，引起外界质疑。不过农业局是强调讲，掠青皮豆丁虽然是委外处理，不过核检的过程拢有照规定进行，无可能造假。那包括大小只都会清点，那我们也会提供大家提供定位点，那之后也有相片。集中在台南市的600多里里面的其中一个里，集中了占50%以上的绿鬣蜥的这个捕获量，我也觉得是这个集中是来的，真的。难道是纯属巧合吗？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半年掠到要5000只，所有挖近3000只拢伫咧同一个里内底。厂商嘛说明，大家里有一边是军营较歹掠，而且佫挖近山野强溪，是青皮豆丁较高聚集的所在。加上附近的鱼温甲私人的土地较济，就较歹入去掠。而且嘛无排除有附近高雄市的青皮豆丁下区走来生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4个民众都有一个人有高血压。今年即马伫超商、药局、农渔会，大概已经有2000个地点拢有血压计哦。国民健康署嘛，参民间 App 业者合作，要透过 AI 来追踪血压的变化，那么做伙来了解。走入超商买物件，这是真侪人的日常生活。即马伫超商内底有即款的机器，会当帮血压。希望和民众帮血压搁较利便，国健署参业者合作，伫咧药局、超商、农渔会，或者是里面活动中心，拢通帮血压。全台即阵有2000个据点。不可能每一个家庭都有血压计，所以呢，为了让民众可见性、方便性，那短命清单的第1名就是高血压。短命清单的第1名啊，每年造成的全世界人命损失是1000万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投入高血压的防治，那其实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健署也参民间 App 业者合作，民众不管是用公共血压机，或者是家己买的血压机，拢通用这个 App 甲帮血压的结果翕相，经过 AI 分析，若血压的速度有问题，就会提醒。国健署也强调，资料袂外流，只会经过国健署的伺服器。
我们发现其实高血压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很多时候在青少年或者是初步的成年就有这样的现况，可是因为它是很无声的，不会让你很不舒服，所以常常会容易忽略它。国健署统计，台湾高血压的人数逐年增加，18岁以上的国人26.8%有高血压，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国健署提醒，高血压袂只有伫时代发生。国健署建议民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18岁以上的民众逐年至少1摆连续7天磅血压，早时起床、暗时要困之前，拢磅2摆，追踪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郭何明哲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